大家好，我係 Cam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永遠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角。網絡文章，老話都經常講啦，選擇方向就是選擇命運，選擇道路就是選擇未來。喺人生嘅旅途上，唔好喺錯誤嘅方向上堅持，將自己逼到死角，學會變通同及時調整，跳出自我限制，腳步先至能夠輕盈，生活先至能夠明朗。一，走不通的路要轉彎，適度嘅堅持係執着，執着係良藥，過度嘅執着係執迷，執迷係毒藥。呢個世界上冇人能夠一馬平川，喺生活中亦有好多嘅係曲折坎坷。與其固執咁喺藍牆上撞到頭破血流，不如趁早換條道路，令自己重獲新生。喺閒情偶語呢一本書裏邊有講：變則新，不變則腐；變則活，不變則板。當你喺路上睇唔到希望嘅時候，不妨改變下思路，尋找其他突破嘅出口。遇到艱難嘅關卡，唔好硬住頭皮咁衝過去，要學會及時調整方向，懂得轉彎，先至能夠繞過重重障礙，令你嘅人生迎嚟新嘅轉機。二，想不通的事，學會放下。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都會有好多睇唔透、想唔通嘅事，好多時候太過糾結、苦苦糾纏，到頭嚟只會將自己逼入痛苦嘅境地。如果放棄唔到琴日，你就會將生命白白浪費喺呢個猶豫不決嘅時刻。如果放棄唔到眼前當下，你就唔能夠發現另一片海闊天空。人生苦短，唔要將大好嘅時光浪費喺冇法子改變嘅事情上，忘掉過去嘅種種，我哋先至能夠卸下肩上嘅累，輕裝上路。日本作家恒子佢話：沒必要想太多，人只要想清楚今天一天的事情就可以了。對於已經發生嘅事，再多嘅思慮，亦只不過係加重自己嘅痛苦。想唔通嘅時候，不如回到當下，做你最應該做嘅事。凡事睇開一啲，將過往都拋喺身後，坦然告別昨天，先至唔會錯過每一個當下。三，留不住的人，請放手。唔合意嘅嘢係應該捨棄嘅，冇必要留戀佢哋，哪怕只係一件，亦冇必要將佢哋留低。對於感情，亦都係一樣，一廂情願咁執着堅持，不如痛快抽身而出。好認同呢一句說話：留來留去留不住，該放手時且放手。成年人嘅相處，彼此適合係最重要。嗰啲唔適合嘅人，苦苦留住，只能夠係喺偏執裏邊越活越累。捉唔住嘅緣分，不如捨棄；撐唔住嘅感情，不如離開。及時放手，你先至能夠早啲揾到最終嘅幸福歸宿。四，忘不了的傷，記得翻篇。呢個世界上，每一個人都難免遭遇傷害，但如果係念念不忘，仇恨就會好似釘咁插喺你嘅內心，最終傷害嘅係你自己。過去嘅事就讓佢過去，冇必要反覆咀嚼。一生不長，重要嘅事亦冇咁多。天亮啦，你又賺咗。學會原諒，懂得釋懷，先至能夠擺脫自己嘅內心，令生活得以繼續，日子
總係要向前走。執着過往，只能夠拖累自己。學會將心底嘅釘拔出嚟，將曾經嘅傷害翻過去，將往事清零，翻過人生中嗰啲陳舊嘅一頁，先至能夠續寫新嘅篇章。喺斷捨離呢一本書裏邊，有咁樣嘅一段說話：無能為力的事當斷，生命中無緣的人當捨，心中煩欲執念當離，心之所想皆是過往，放下執念，心才能回歸安寧。人活一世，千祈唔好將自己逼到死角，唔好同自己過唔去。面對無能為力嘅人同事，及時轉彎，趁早放下，趁早遠離，不執着一時，不困於一念，先至能夠騰出手來，擁抱幸福嘅明天。